敦睦监区确诊人数再高增加100人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盘沙监一例26岁男性军人，疑似从检疫隔离的过程当中出现后连贯痛、紧错入枕头。虽然第4日28一切是阴性的，不过第21几日再个采检过后确诊。以下敦睦监区全市感染人数继续增加，总共来到的23人。武汉肺炎国际疫情案例外，尤其台湾附近国家，像是东南亚同南亚国家，疫情有近来见厉害情形。为了维护国内防疫安全，指挥中心宣布，也一部分为到期的限制两岸航空直航，还有全面禁止旅客来台湾转机也两航禁令，会继续当场执行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早前表示讲，敦睦监区有350名管士兵喺啲高雄，不过有24人唔配合一条。韩市长作为市民警告，表示到位下晝5點以前限係唔配合，除非照傳染病防治法罰金調到30萬元。海軍盤查監確診個案是去國內條所在，最高縣市政府公布嘅消息以外，沒有動到假消息，啲網路上亂傳，未到業者無奸無實。但係警方前到5日公布假消息嘅網友，被照法送到體檢組審判，先從咗嚟罰300萬元。中國10日暗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2建議表示講，相信中國無天定同世界衛生組織同步，要批評中國利用疫情對香港同台灣施壓，呼籲國際為追求亞洲霸凌行為。